看来我还是要把我自己的事业给搞起来，这样才能两手都抓，两手都硬，把赵王拉过来。嘿嘿，这样我也算吃了一颗定心丸了。赵王，娘娘，赵王他要模样没模样，要钱没钱，要能力没能力，您拉他还不够给自己添麻烦的呢。你可千万别瞧不起赵王啊！我跟你说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好歹人家也是个王爷啊。皇上在我们兄弟几个人当中，他的心性城府是最深的，你最好不要得罪他好。就是因为他不好得罪。哎，来，过来。还是那句话，就是因为他不好得罪，所以我呢才想拉你入一个联盟。联盟？都谁呀？感觉不是什么好事儿。能不能加入？给个痛快话。要加入也没问题，因为现在宫里的大帮小派都不带着我玩，你让我加入也是看得起我。只是，你还有什么好指示的？只是从宛江那事件回来以后，皇上做的种种事情，足以见他的为人和心性之深。所以，娘娘，咱们也不是外人了。我劝您啊，在皇上面前还是恭恭敬敬的，该让就让，这样也方便你日后有一条求生之路可以走。这就是我所说的两条腿走路。你说的我有一点明白了，不过现在要紧的是，我得把联盟的人加在一起，咱们见一面。九哥吃香蕉。我这个打扮，将来一定会火。哼！哎！嗨，本王的这顶绿帽子也一定会火。一个扬言就够让我头疼的了，现在二哥又来了。本来一条后腿还能走路，现在两条后腿。哎，小弟，话可不能这么说呀！我自从和江映月分道扬镳以后，现在也算是重新做人了，也算是硬汉一条啊。废话少说，我时间不多。我张家在朝中有1/3的兵马，齐胜命杨将军带兵南下，还部署了一些散兵，分守在北漠和北湖。整个部署没有我们张家什么事儿，你们怎么看？明面上讲，杨玉领军南下是最合适的，他的兵就在泰兴，而泰兴位于宛江北岸，离云溪很近。我觉得这次皇上是趁机想削减九弟的力量。我也这么想的，原本以为齐胜会削减我们张家的兵力，但是齐胜竟然没有这么做啊！可是想不到的是，我父亲早已和九哥还有张家结盟了。我已经让母亲回去传话了，我们以不变应万变。如果齐胜那边再有什么动静，我们就要时刻准备行动。这兴许是个时机。来，撤不到。记住我跟你说的，不要入戏太深，两条腿走路。对了，我还没跟你说呢，我这条小命还想要呢，以后我会两条腿走路的。不过依你的暴脾气，在齐胜面前控制情绪恐怕难。韩信能受胯下之辱，我这点算个屁。这男人啊，遇到再漂亮的女人也受不了她太强悍。哎呀，娘娘，你一直都这么暴躁啊？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唠叨了？我呀，现在是彻底领悟了赵王跟我说的要两条腿走路。现在对我来说，最关键的就是讨好齐胜。万一九王那边不成事儿，齐胜念着我的好，还能留我一条小命。娘娘，虽然讨好皇上对您来说很难，可是您总归是想通了。娘娘睡觉吧。你找朕来有何事相求？我找皇上不一定就要有事儿，我想让皇上看看浩儿。浩儿会做了，一会儿等浩儿醒了，我就让奶妈抱过来给您瞧瞧。他会做什么了？坐，子午我坐，C 大，坐下的坐。那确实是件大事。浩儿以后还会有好多好多这样的人生大事，我希望每次都能有皇上的陪伴，只是不知道皇上是怎么想的。你到底怎么了？我就是想让皇上多陪陪孩子，共享天伦之乐啊！我想认个错，
就那么难吗？上次绿篱的事情，我已经知道错了，以后我再也不会什么事儿都管了。此话当真？正所谓浪子回头金不换，虽然我已经不是浪子了，但我真的回头了，还请皇上能给我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。虽不知你的话里几句是真，几句是假，但难得你有此番态度，朕就给你个机会。今日起，兴圣宫解禁。谢皇上。去可靠小曲城，有人在大明宫看到了僵尸。僵尸？大明宫？难道这是要把小三扶正了？消息可靠吗？绝对可靠。不行，我要去大明宫走一趟。这事绝对有猫腻。见到皇后娘娘为何不跪？算了，免礼吧。江妹妹为何在这儿啊？皇后娘娘，奴婢姓苏。姓苏？玛丽苏的苏？江苏的苏？还是苏州的苏？是皇上赐的姓。苏姑娘，你爬得太快了，是不是下个月我都该给你腾地儿了呀？奴婢去哪儿，得皇上说了算，奴婢做不了主。妹妹真是口口不离皇上啊！宝贝儿，现在可是我讨好齐胜最关键的时刻，不能让任何人坏了我的好事儿。对他我是下不去那个手，这个光荣的任务就交给你了。我尽情发挥。绿篱啊，你留下来吧，好好的陪陪苏姑娘。是娘娘。江，哦不，苏姑娘是吧？粥是你熬的？怎么有一股粑粑的味道。因为我在粥里面添加了皇上最喜欢吃的榴莲，所以有那么一点点粑粑的香味儿。味道不怎么样。我熬的粥一定没有苏姑娘熬的粥让皇上称心了。你看到他了？你们都说了什么？老熟人见面了，寒暄几句，没什么特别的。怎么没风啊？哟，皇上没给你吃饭呀？你要冻死我呀？算了，去给我拿个帕子擦擦手。苏姑娘，我呀，作为皇后宫中的长侍宫女，叫你来侍奉我，其实是想教你些规矩，免得你在主子面前犯了错，遭受责罚。规矩我都学过。学过呀，但是你没有实践经验呀。我这杯茶凉了，你再去帮我重新倒一杯。苏姑娘，我突然又不渴了，这杯茶赏给你了。这怎么了？你帮我试试水温呢？要不然我怎么知道这茶是烫还是不烫啊？有毒还是没毒啊？